闹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招闻。讲新闻闹台语，搁来话大小事咱位头来讲起。有一块囡仔歌唱讲火金菇来食茶，茶烧烧食金蕉，金蕉冷冷换食冷景。最近特别欢乐，嘛是欣赏火金菇的季节。全台湾各地适合欣赏火金菇的所在，搁不止啊侪。嘛有一寡眉眉角角爱特别注意，像讲唔通用电火燃烧，才袂影响到因的生态。讲新闻闹台语，时间到主播。陈彦伟，讲新闻闹台语，过来话大小事，咱位头来讲起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彦伟。今年4月份到6月份是欣赏这火金菇上好的时节。啊，不过你敢知影这火金菇的名由来是啥物？另外，真侪台语的囡仔歌嘛，甲火金菇有关系。今仔日闹台讲新闻，带大家做伙来了解。第一条，咱来看卖，讲到这火金菇的华语叫做是萤火虫，啊，不过台语叫做是火金菇，有人叫做是火金青。这时节是伫逐年4月份到6月份左右。来看卖大只这火金菇，伊的寿命是伫3天到7天左右，上济是来到20天。来看卖火金菇发光的这目的，主要都是为着警戒，啊，个吓惊别人。上重要的就是爱来找伴。讲到这火金菇的名，你敢知影你的由来是啥物咧？传说讲有一对姐妹啊，伊的姐姐叫做是金菇，妹妹叫做是金丁，两个人诶来到这树林内底，啊，毋过呢，这妹妹煞不幸来失踪啊。这姐姐为着找人，所以呢，就伫乌索索的这松林内底来找人，所以向这天公伯求一拍电火。这个时阵过程当中无细日，跋伫水内底淹死啊。啊，毋过这姐姐同款是真烦恼演妹妹，所以呢，伊就变做一只虫，另外是会发光的虫，伫世界内底飞来飞去。最后呢，大家为着纪念这姐姐，所以大家这只虫叫做是火金菇。好，继续来看卖，其实火金菇在咱生活当中是非常非常亲密，所以嘛有真济这台语的这囡仔歌，甲火金菇有关系。第一个，咱先看卖，火金菇来食茶，茶烧烧配金蕉，茶冷冷配冷饮，冷饮爱配合活来食芭乐，啊这芭乐全籽，害咱食一个辣喙齿。另外，第二个来看卖是啥物咧？第二个就是火金菇，火金菇头壳红红，刺乌乌，上爱藏伫草包。火金菇，火金菇，电火插8度，暗时通好去找某。好，会当看到真济这台语囡仔歌，拢甲这火金菇有关系。会当看到火金菇其实跟咱生活是非常有关系。第二张图，咱来看卖，讲到这火金菇，其实伫全台湾真济所在，伫逐年4月份到6月份，拢会当欣赏到火金菇。第一个来看卖，亲像伫新北市的这新店，有一个地庄内底，因为环境真好，水质嘛真清，所以呢会当看到这火金菇。时间是伫今年的这3月底就开始咯。另外第二个来看卖，其实依然嘛会当看到这火金菇，时间就是伫逐年的这4月初到5月底，所以大家爱把握时间。第三来看卖，阿里山嘛举办这火金菇季，地点是伫泰兴、水里啊个地山顶顶的部落，时间就是伫5月中到5月底左右。上尾一来看卖，就是这日月潭嘛举办这火金菇的这季，时间地点就是伫大拿、水社啊个头社顶顶的所在，时间呢是伫逐年4月份到5月份左右。好，毋若是这4个所在，其实全台湾真济所在，只要环境好、水质好，啊个无这光来影响到这火金菇，其实拢会当看到伊的形象。来看卖欣赏火金菇的时阵，爱注意一寡代志。第一个就是穿这长枪，啊个这长裤，因为伫这树林内底爱保护咱的手，啊保护咱的骹。第二个来看卖，就是伫树林内底爱穿较好行路的这鞋啊。第三个就是莫用这手电啊，为虾米呢？因为这火金菇行这光，所以大家若是真正爱用这手电啊，一定爱用这红色的玻璃纸甲伊包起来。第四个来看卖，就是莫黑白亮这火金菇。另外上尾一个就是莫污染这环境，互咱的后一代会当继续欣赏到火金菇。好，这就是今仔日浪台语讲新闻的时间，提供互大家做回来参考。